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lsa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 Pi Network 大家都非常之關心嘅話題。究竟一個 Pi Network 嘅升級究竟搞成點樣？係咪真係要延遲？咁講真啊，Pi幣嘅最近嘅消息呢，一半人就聽到皺晒眉頭，另外一半人呢就會話慢工出細貨，穩穩陣陣就 OK 啦。究竟點解搞出咁多嘅爭議？咁呢條片呢，我想同大家去一次過講清楚嘅。首先呢，想同大家講講呢個 Pi Network 嘅升級嘅。講重點 ，PiCoin 呢原本嘅計劃呢係要升級到呢個嘅 V23 版本，聽落去非常之威啦。因為呢個 version 呢代表住交易更加快啦，更加安全，亦都更加符合呢個全球法規要求，兼且呢會支援最強嘅呢個嘅 Linux 節點系統。但係啦，而家就好似話出咗問題。咁根據某個嘅鏈上分析師嘅消息就話呢 PCT 喺呢個 testnet 入面出現咗唔少嘅交易錯誤，啲交易通唔到，節點報錯，效率又慢。換句說話嚟講，第一階段仲未跑完。以目前進度嚟講，每一個階段至少要1個月先搞得掂嘅。如果遇到障礙嘅時候，亦都會再拖。所以估計整個嘅 V23 升級最快要去到2026年嘅 Q1，好大機會會喺2026年嘅3月14號派地上線。咁有人會問：喂，2025年唔係升級年咩？係咁嘅。自目前嘅進度嚟講，2025年基本上唔使睇啦。對於 PiCoin 嚟講，如果呢次係延期嘅話，唔止係一個技術問題，仲更加係一個信心嘅問題。咁其實啊 ，V23 係 PiCoin 發展路上嘅一個大嘅里程碑。佢除咗優化節點效率同埋安全性之外，重點就係可以進一步推動呢個去中心化、開源同埋一個法規合規化。入面啊，仲包括呢個 KYC 認證嘅升級、Stellar Protocol、行星共識協議擴展接軌，同埋呢個 Linux 節點支持，令到開發者更加容易部署智能合約。講真啊，呢次嘅 update 就係 Pi Network 可唔可以成為呢個嘅由呢個嘅測試變成正式鏈嘅一個關鍵。咁而家有機會嘅 update 係對整個技術嘅一個節奏會有非常之大嘅影響。咁再講下呢個嘅 Hackathon Pi 馬拉松。喺呢個10月中正式結束咗，大家就期望會有啲爆款嘅應用出嚟，結果呢，乜都冇爆，但係就有啲火花。咁確實啊 ，PCT 係做咗一啲嘅遊戲項目同埋支付嘅應用，技術上就唔差，但係呢，規模就唔係非常之夠，亦都冇一個嘅敘事，唔係話非常之有突出嘅東西出嚟。咁講真啊，要吸引外部嘅資金同埋新嘅用戶入場，仲需要更加有耐性咁樣去等待。咁究竟Pi幣係咪真係冇夠？有人會睇到得返半杯水，亦都有部分人會睇到我哋其實仲有半杯水嘅。咁今次呢個嘅 Hackathon 我哋可以睇到，起碼呢 PCT 呢係真係有做嘢嘅，而且呢仲會建設呢個生態。只不過喺目前狀況嚟講，出唔到一啲嘅爆款嘅應用，冇辦法令到呢個價格有強烈嘅反彈。喺社區入面，最近可以話兩極分化，一半就佛系，一半就煩躁。佛系嗰一派就話呢，慢工出細貨，焦慮嗰方面呢，就話啦，升級就慢過蝸牛，錢都冇晒啦。再加上啦 PiCoin 嘅價格由最高點跌咗90%，唔少嘅老用戶開始失去信心。不過官方嘅態度都幾一致，就好似范博士話齋，Pi 呢係一個長期項目，唔會注重呢個炒幣。聽落呢非常之合理，但係呢市場呢唔一定會埋單。咁未來 PiCoin 點樣行啊？我覺得有3個部分要搞得掂嘅。第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升級，冇 V23 咧就乜都唔使講啦。第二樣嘢咧就係一個生態 Hackathon 係真係要出到一啲真真實實嘅應用出嚟，真係有用可以俾大家廣泛嘅使用嘅呢個應用出嚟。第三樣嘢就係維持一個社區嘅信心，社區嘅信心一旦瓦解嘅時候咧，就真係好難頂得住啦。如果 PCT 可以喺年底之前交到一啲成果出嚟，再加上呢個美聯儲停止呢個 QT。放水，幣圈整體回暖嘅時候，咁 PiCoin 呢絕對有機會可以重新返回一個主流代幣一個舞台嘅。但係呢，如果再拖再冇動靜嘅話呢，連最真實嘅持幣者都有機會可能會慢慢離場。總結嚟講，我覺得呢 Pi 幣係一個長期嘅項目，好似係一座大橋咁樣喺航空母艦，藍圖非常之宏偉啦，非常之靚，施工速度就慢咗啲。對於信仰者嚟講，真係非常之考呢個耐性。對於觀望者嚟講，就真係會等到呢個成果出嚟再入場。如果你手上仲係有呢個Pi幣嘅話，留言話俾我聽，
你係賣咗出去，定係會繼續買入去，或者 hold 住？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嘅派幣資訊，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